年咧最好去邊度咧？梗係胡志明加險愛雙城湖啦。老人家小朋友全部可以出發。胡志明咧，你逗留2日好啦。咁啊，第一晚啦，過嚟咧睇一睇胡志明嘅夜景啦，食喺呢個空中法餐啦。第二日當然啦，去翻胡志明市嘅唐人街打個圈，感受下咧當地最正嘅新年文化。第3日啦，咁我哋咪飛過峴港啦。峴港咧係叫東方夏威夷，長達30公里嘅白沙灘。你嚟到呢度嘅話咧，老少咸宜。重點係乜嘢嘢？一落機咧就已經係專車接待。去每一個景點咧，你帶老人家全部係唔需要行樓梯，包括峴港嘅第一大景點巴拿山。上到山頂咧，以前咧係法國佬嘅度假天堂啦。當然唔好以為上山會辛苦啊，全程2節纜車，基本上係零樓梯嚇。老人家去1樓，小朋友去到咧，當然上面有山頂城堡、機動遊樂項目，哇！去到咧絕對樂而忘返啊！第4日啦，我哋咧亦都可以去一去啦，我哋會安古鎮啦。會安古鎮咧300年前咧係最早有華人咧去到呢個位置去聚居嘅，即係包括裏邊有好多港邵會館啦，或者潮汕會館等等啦。我哋廣東人當然亦都係主力啦，亦都有一啲文化咧遺留到今時今日，即係包括我哋中藥嘅執藥啦，亦都有一啲手工嘅做鞋鋪啦。大家去到咧都可以整翻對屬於大家嘅專屬嘅 Hermes 拖鞋。第5日當然啦係比較休閒嘅時光啦，一家大細過年當然亦都可以去拜一拜觀音啦，拜一拜大佛啦，祈求翻咧今年咧幸福美滿啊，小朋友學業進步啦。我哋咧最緊要嘅梗係財源廣進啦。